民营民头来上山，每逢追么西相逢。观众朋友，大家好！一个名家名篇民营民头放到现在呢，已经第40句集了。那么有观众反映啊，伊搿个4个句集当中呢，绝大部分播放的侪是台视医院的演唱周旋，平和医院呢很少。那么因为呢，以台视医院和平和医院搿个比例呢，有这样一个关系，因为相对来讲，平和医院少一点。所以今朝呢，就请来了一位平和医院，就是收最平台头的国家一级平和医院王世良，欢迎来。你好，来大家见见面，见见面。是市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其实王世良嘛，还是你熟悉得不得了。那么你个名字多了，那你可以打叫王世良，你。故事会里向么叫王伯伯，开心茶馆里么叫阿福，这可以3个名字得了。3个名字。人家狡兔3窟，兔子有3只窟，那阿福3名，数量有3个名字，是吧？那么今朝呢，为你个真实面目，你个真实名字呢叫王世良，是的。收税平台头平和医院，那么我这里出车子已经有年多年了，不4年进收税平台学堂。那么不7年进入收税平台头，这个，那么是把李益康为师。第一部这个产品呢，就是康熙皇帝。留下来嘛，产品是个三国，在四边是以红墙记事，搿是实产品，目头上生意是好，但是呢，质量呢有一个特点，你参加重要活动，为师，哪怕是全国性的大奖赛，你侪是得1等奖的。全国的评和评书大赛搿些辰光90年，所以得个1等奖。那么中国平台艺术展览也得1等奖。那么数量这样吧，我们发头讲是，来大家观众朋友介绍，那是哪样子来学习评和，但是继承传统史，但是说评和传统史的重要性。好了，学习评和呢是相当一个口才发明的。我觉着学习评和首先是学话。就是讲闲话的。我当时先活了，先要讲闲话，先讲闲话。这个是角色里向搿点闲话呢要分清楚。还是对。年纪大的是年纪大的，女的是女的，轻的是轻的，各种层次分清爽。更会那么再学评。对。那个评是对评和当中相当重要。相当要紧。但是古代的搭现在的评就是对比，现在的要搭过去的，角色的身体活动的面向的评，那个是要评和医院。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看书，充实自家，让自家的营养越来越多，那么慢慢就进入评和的技巧轨道。对，这个还是有个可视性发展，观众来听是吧？你天天来听，觉着听他没事。那么对。结果心里我帮他讲出来。这个。那么传统史呢，关键是打基础，这个相当重要的。在古以上高楼大厦这个杀基、地基打好，那么可以上去，那么可以装水，再花菜的么子，地基不打好，才是假的。对，是的。所以学习传统史相当重要。再好的传统史上课的3本，古书是可以讲一声经久不衰。对个，那么呢是出课辰光学个都当个康熙，再学三国上课的书，是的，可以讲拿书吃得非常的早。好，那么这样吧，我来就请大家一道来欣赏一段由王世良编一个产品三国当中的再魔术。诸葛亮听闻这个闲话，非但不动心，飞而掉后。现在来哭嘛，那个娘的哭浪头又不是我拉上来。是男自家拉上来，听得了那口两旁边一口小滋味，阿拉哭嘛喂，实际上是孽子。你讲闲话一直不老实，你那讲岁岁为公，那不是岁岁为公，你为你后头那个功劳没忠臣都不让讲起来，我诸葛亮都避之不及，你平生于3大功。大家才晓得，上纲是对。本人在跟发言，马上发言。三将军张飞吃得最熟的，但我讲，三将军空余不出，我是不会的。三将军的人老学好，人嘛老学得心在，为得比好个，不晓得出事体。啥么子广东来推个乱队，银快到少子龙，上纲是对，非子创家不地道。那个眼睛平胸，你为得生意，你为得看人才，一大功劳。第二，军漫画，少生命这个对子漫画，哪办法？通达几十路人马，拿起兵南美。那当时是抽军之责，
说我来可以当我第一代军事，我听那个闲话，你看说生命中的漫画，几十龙人马通达，你靠强攻，不来是一定要靠武功。攻心为上，攻人为下，心之为上，兵之为下，神以待神，夫人一时，将高阿神，至于一日。好，我听你闲话，尽满我，放满我，吃进吃足，满我，狗肉都要。那个功劳。第三个，对方是司马懿之兵。这个人手语用兵，精度兵使我打来商量，司马懿出来的，我军不进，失之了。你讲，真是啊，简单得劲。你只要帮我用一条皮水，可以叫对方的司马懿神队落地。我诸葛亮听得眼头，你耍个气，你个气我都要结婚，结果耍个是一条飞机器。飞机器确实不能用得成功，但这个司马懿啥苦劳的，太被一点点下来。曹操阿个儿子担保，后来把他皇帝烧死，各自为民，充军无人，等于破上了西人。那么我诸葛亮兴兵不忘，赵子龙刀票傲后向大周天书关，我谋杀王老水将敌，一路顺风上，谁是那个功劳？你如果是今朝这个家庭不能衰老，那就是第四大功劳。这个一桩功劳要超过谁的个的功劳？恰恰相反，你说他家庭，你伏杀敌人。哎，我当你讲清楚，你多娘也不去睡觉，你多娘也不是关照你狗山上面。马说。想过疏儿老母无如牺牲下，妈不能举我嘞，为啥你家之路好受举位？一个人的毕业后是他不给。神仙啊，马祖之计乃是一个善良之计，两个孩童隐秘谋生，马祖之为离来他们生死分离，于心不忍，方相不。好像个公老说的是话，那弄啥么子说讲？方相不。到时光脑子废话，说这样不理想的。昔日之行，烧死了他们吧。我等了那边老下要后顺义的嘞，1年360一天，后顺义要7200一天。1年24个钟头，起头8个钟头困觉，还有16个钟头，那那边老要115200个钟头的了呀。要自理，诸葛亮带你看看，你今朝要讲行，你讲到行，表示你一家人讲你也可以不杀。这个样么子不记，那天忘记你是个犯法者，我是个执法者，我就是立法者之一。你今朝叫我自家来违背自家，你让我怎么？你今朝想用刑来代替个法，你另错成女人。妈说。刚到3块，不在夫人之身。军令上12之外，一概迷人。是他呢，通通理他。待等儿佛法智慧，那杀敌过会那哈，不报凶息，12虽积虽佛。为周期发当个娘讲，乃是杀头的，乃是让改了理想，养到5毛元的8毛，水积水佛。哇，说听到个龙枪，你的老姑姑嘞，东离神来，
说之所记录过已经以后，记录过下马说，那我要当面再问。所谓将马说偷工斗乐，学以为堂，死水既定，会王门大梁。一日切掉再将军令，理当接应，拟明军法，以增军规。大上书省长不止这两口，诸葛亮这个人仔仔细细一口，确实不得嘛，拿起笔来让马叔的名字朗下，一句。可能你手指你拍在当内，一笔勾线嘛，到底就那个朗下来，困，绑之打，哐，欧华大炮，与我在神仙走啊！望着他的太子，诸葛亮的拧巴一阵的自信，再给银耳的啊一声炮响，呀谢谢棍子，刀里向压仗。丞相，醉将马谡，手击在，砰，竖上去。马谡，诸葛亮其实是对个水莽出里个眼睛老打上去，刷出39岁来叫你洗个屁眼哪会得比？眼睛打你老无了，你马谡奋武双旗，手举用兵，精读兵士，一马一块动刀，那我比龙起声音，我居然不本领分教育好呢。西地里面当我讲得清清爽爽，马呀说不可无所用，我居然会得用呢。我傲人自己，我不听西地祈求。马谡，诸葛亮哭出声音，泪是雨下。来是行，再是法，不因来而随我，不因行而非法。既口说，风口轻，此乃史国之道，天邦之本。都可以就说，小家当好。好，欣赏了传统史三国之后呢，大家已经明白，一个抑郁了，一个传统的基础打下子之后，但是呢，也有自家的么子保证起，还要属于发展，还要创新。那么大家看至史料的一出之后，那么晓得这个语言呀，非常的丰富，而且语言非常的流畅，而且史料呢，也结关于吧，属于捕捉各种信息。那么也，我经常一到里去一出了。各种不同的场合，农村里也好，大城市里向音乐厅也好，茶馆店里也好，中央书展也好，普通听众也好，属于各种的不同的对象，能够利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各种不同的方法演出。这个是质量非常难能可贵的。那么你请质量他大家来谈谈那个方面的自家的感想吧。我觉着这样，这个是凭我意愿是必须要具备的一个素质。当然，打上演出的辰光，我有个特点：扎下上身，进入上台，就要开始演讲，就要开始捕捉市民的心声。事件，重要的事件以事件为主。今朝请得了重要的抗人的，以抗人为主。你包括中央水产，你要说你个纪律，啥个好大编一个，做过啥个政府的，你是个搬错的，事体就太一着。那么包括
与辐射包括现代的古代的各种信息，你要了解清楚。那么观众要需要上，那不理上。那个你是属于一句内部的行话叫经人类发红色，对，好吧？在国家人民身上，三个个身上，没事谁冒得脱个，那点是不好中不卡。这个也不同的对人，不同的说法，那么对是。好，那么这个啊，是两个讲得非常的有道理，你就还是来看一看、听一听吧。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段是两那拉苏州重阳节来年微微浪向编一个一段叫《五色重阳》。中国有5天一个文明历史，今日受下来的很多其中重阳节年数可以讲是最长，可以推溯到春秋战国时代，但是最早提出来的从字当中的讲写重阳看公西，这个重阳不是节日，重阳这个形成也是要到东汉末年。东汉末年与三教聚流的形成，才形成公重阳节。他三教聚流不得讲的，这三教聚流是不灵活，大家不要谈。大十教、三教，大家才晓得的。聚流，一类聚字和类一，读书人第一个。聚人了呀，一所以是一三。三星四不欧地理，星看天文学家，三星四不。10太领域里的，现在讲预测学家称为卜，三星四卜欧地理，这个是地理学家、考古学家，相加说明为地落，考古学发达，说明的相宜的雷人工一种职业，成为地落中职业，其实不和具简易，是书家、画家、经济是我个技。不是爱好者啊，爱好者是熬不上累的，最起码3、4头这种5、6头各种技，那么可以称得一类之一。再加聚了一人人者，到东汉末年，所以引出来个7人之事。7人就是绝了，北方人说神了，搿对人身上讲的是身为谁的，一般人是好不这样。东汉末年走出来的7人，陈大伟讲讲，第一个关云长，老鸭村道上神威势特别重。后来一个是张三少之龙，天下三圣福的将，所以称到神将。还有一个张飞上声音特别结棍，叫称到上神僧，因为唱京戏啊有个喝多了叫2岁到累。后来一个就是王忠个字第一结棍，称到的神迹，后母老鸭对浪向这块养鸡板，这有说3个。一个医生叫神医活动，诸葛亮还有一个诸葛亮称到神术，这个说啥？诸葛亮的手段是特别结棍，我手操讲人讲手的挖他精光，所以你称到神术。后来一个就是鼓楼，叫神仙鼓楼。这个人不做过的，啥叫神仙？下面出的神了，搿张面孔只要不离一口，哦哟，当然啥个事体？你自家有什么？鼓里个鼓，一个车子的车，讲各位同志的鼓，叫鼓楼。你知道鼓楼，楼高一入山，搿入山叫楼山，楼山山江下头有讲人家，叫啥？投入出去看这个小楼，哎，蛮漂亮。仔细对里一看嘛，鼓楼并不了。因为里个下面出自神的人，上头那个面孔一看啊，估计今年的年夜饭是吃不上子。你叫啥个名字啊？我叫单义，今年几岁？19岁。屋里为调调嘛，60花甲之年啊，单义啊，我自己到调嘛讲吧，你呀。今年的年夜饭吃不上子，这我19岁啊！早已听见他绝无要求，奔到屋里向他调马一看，调马得啥消息？肯定是神仙过了。非这在你啥你看不出来？龙宫里不讲出苗头来，快点在那里居民，不老多一家人家居了让神仙过了门前害居民。过了一口，一些人再来事情到，你帮忙，你个阿奴发去的。
我讲不来听，养儿帮了，结果帮鸡呀！如果19岁的儿子要把着，你爹妈要跟子里一大把个来救命啊！真像一口花甲树，60岁养不出子，这个是把他古代，现在是不得了，社会发达，科学发达。60岁嘛不稀有，70岁嘛都来事，80岁嘛小弟弟，90岁是父亲里向某上非么为主去民政局登记，做啥结婚问多啥子了？哎，这现在的科学是越来越发达，医学越来越发达，没都病是根本不耍，小没小病是不当桩事体，也养不出。那么说这个，我对你别想，你都记了，听我话，你都要一直等到举我抽举。哦，谁讲上谁讲多，还有什么？我对你分享，我做起嘛。一家人家好不容易等到举我抽举，压力相对开始，老夫妻两高头基本里向做自杀鸡，动夫妻分开叫的，把那锁沟里向剁，而且锁沟里向不要把只以一种香料，我要少量的把桂花醉，那个才是生香古龙高的，而且调料一把爆好。把那五口里向、锁沟里向剁，当中碗里放拎开来，该对啥个自家先上上，那么画笔，等到二模样，不压力，月明星稀，在楼上有人顶子上五口啊，加上忙中头谁浪向上去，最多半山腰不离一口一好哟。这看见半山腰里向有两个老伯伯，手那个灯子浪向，一本正经那台子浪向扎鸡，扎啥个鸡？围棋。围棋是中国人发明的，两个老伯伯，一个浑身血红，一个浑身雪白，据说一个是牛队，一个是不对，一个是不阴的，一个是不阳的，一把人放一次高，两个人那该浪向上，这路上一弄张二哥盖的打开来，三哥盖的打开来，一人相依，扑鼻而来，两个声音一口哟。当时水动送上来一只鸡，哎呦，这只鸡的味道香得啦！那么是这个，一面吃鸡，一面炸鸡，蛮好，温度啊真好。一面吃鸡，一面炸鸡，一面炸鸡，一面吃鸡，眼睁一杀一只鸡，吃透这个。这楼上有哪只虎口？往边浪向一把木手对两个声音汪啷一声，居民呐！看两个声音，经济声音围过来，一口一号两个。上次这可几个非人老老海居民哈达个声音的哈，两个人砰当一跳，这个叫啥？声音跳，那个是声音跳。怎么你哪搞事体？我请多两高头来帮忙哎！你来帮啥个忙？我今年2万吃不上的，只我19岁。啥么子？你哪自个晓得只我19岁？因为语音大我算出来的。我都在部队看看大费的。说明个朋友怎样结棍啊？那么呢，不相信拿出来翻啥么子？布置还有啊，搿布置在高墙跑出这个无地布置啊，一头得了大来说，我都在部队看看拿出来翻，拉开来就翻。第一班老乡，名字在多少啥个收费电视台应得的236岁，还有啊，有销量363岁，有道理。我为关上读35国会，再高个486岁，哎呦，再少个248岁，有道理。有一个朋友我眼睛关上，水面多个，啥人？甚至于是平头头王世良，199岁，还蛮好的，单独说，哎。废物来么叫啥？阳部、阴部浪向，侪是19岁。那个忙发帮的，阴部19，阳部还是19，那。今朝举我抽举，你要饭是缺乏啥？只我19岁，根本都两个人帮忙，这个忙不要帮的呀！你端好开门，放开门的呀！你上头也有领导的呀，不领导发现开门要出只手呗，顶着记录的呀，不然。我里向为自个掉马60岁开外来呀！我晓得生命只有一次呀！我爱我的生命，我爱我的祖国。没用上的，别搞这20岁，我当然是快点走去嘛，好好叫工人讲，只59岁啊！那么就这个爸爸，那么我回去要讲的。你讲什么子？你都两个新人吃饭的。没讲，我走了。我都在部队看看，那么要死我。新人吃饭子是不上头些大，也出只茶杯过。
啥人叫你主播噻？那个有啥办法？啥对面基本实在想不过，搿只不要得耍个鸡，我们晓得个耍个鸡，等位出鸡，你的好得不得了，不要得帮个耍个么子啥个想，搿么你有啥办法？搿么是个，你我再不要讲，我不讲可以个，你都当我帮忙讲一个事，有意思伐？看那个啥几个米浪向，十句么子当来讲一个事，要讲东讲点，我东着我看那个啥几个米浪向。我对不对？要讲一道讲，没办法。老法里个十句，天水边帮讲个小王边帮讲个用句个句，叫啥两个人来了10句文字，讲一个小王边帮讲一个用句个句，比句是句神，历史上个手艺，我到句是句神，大家才晓得，落是阴手，句是阳手，两个句放了一道。随便颂扬句也代表上句的意思，因为这事体发生了让句的错句，也是让南山浪向这个小说说出去，每逢句的句要向上句上水，总归往南山浪向上去。等个，所以说到现在要吃颂扬个，要等个就是俚语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让偶像增进个人。所以我有个国务有办法了，到一句不句你的辰光，大家才晓得个嘛。啥子嘛？我老年在谁等了句句颂扬在一个美丽的传说。我做天下的老年人啊，夕阳无限好，来眼看中霞。刚刚一段表演虽然只有短短的10来分钟但是大家可以看出来，数量可以掌握方方面面的知识。那么刚才开到数量，我想有一桩事体有很多观众还蛮关心。所以讲呢，再战巴格拉斯，当时平台家的评我有著名演员李益康。对的。那有时呢，再去把北方评书表演艺术叫吕来芳。是的。北方人称为师傅，也他称先生。那么是正正宗宗，那个80年生我也参加的。是的，还蛮支持了。对个，那个提醒给我。是的。那么这样吧，来带观众朋友讲一讲，北方评书一个艺术家呢，为啥去把它为师？那么这个艺术当中还有啥个呢？可以学在当个事？报到吕来芳呢，真的是比较开心的一桩事情，真的是终身幸福，而且终身相随。相随里啥？相随里个艺术，相随里一种印象，潜移默化的么子。我记得报先生的辰光是23两支持的，还有体育复啥人问我，不搭嘎个事体，你去报啥体？实际上搭嘎的，评书评话同根同源，大家才是实事。对，评话是苏州地区的后方言，这个是基础的母语。但是评书你是普通闲话，全国各地侪好吧。评话的特点细腻，评书的特点大气，爽朗，而且你各种舞台侪可以去相声、写评，这样还可以进入评书。那么我们来学北方的评书，学着你个大气，对，你搿种台浪向种风度上气，3公里先生上去搿种叱咤风云。吕来芳的评书里有一句经典的闲话。艺术家到了一定的辈上，不是比艺术的好坏，而是比一个艺术家的为人。为人好了，人就出来了；为人不好，那就出不来。所以，我另外或者你先生的艺术，对或者你先生的为人都有事情。对。数量讲得非常有道理啊！这个10几年当中，把子吕来芳最化明显的觉着，特别艺术上向有只这个不一样，各方面大气用上。那么既能够上大舞台，因为北方评书里是来了海色的，是呀，所以这个一点呢，你平台台视评话有很大的局限性。那么有辰光你评话的特点，北方没的我运进去，对，北方有的我拿过来，取长补短，有国融为一体。再有呢，就来欣赏一段是你跟吕来芳和这个民俗文，大家来听一听，大概个三国里向的再魔术有啥个区别？西帮道的人，44岁。在了平地，身高8尺标曲，黑苍苍的皮肤，2条剑眉，一对金目，炯炯有神。鼻梁别挺，牙齿7把一贼子，头浪向顶大火铃，身浪向银芒蓝色的推出珠宝，外头罩好一件青颜色的布服，一条发鬓，步在北京，一口钢刀挂在腰间，
现在的周水伢刀兵雨水打了身上，望上去是豪气冲天，威风凛凛。现在是方的心急时分，一些些水打身上，对河头的敌人拉拉过口，一些些水打两旁对回水拉拉忙。那我跑到金州去到了举兵以然回不来了，如果是再要扶到石浪打下去，谁军肯定覆没。一个小兵蹦上来，回总兵大人，山下倭寇又开始攻山了。四方大队伍头一口过一过，黑压压到处才是个杀军。弟兄们，我们的增援马上就到。放炮手各就起来，主炮手准备开炮。领机跃起来，放肆为分撤退。只听见主炮手汪然一声：“大人，不能开炮！”什么？为什么不能开炮？大人，你过来看。西方的打过来，绳子里水柱的方向对河头一口。这可见日本人的前头还好两个人，一个是白发苍苍的老太，还有一个是中年妇女。打标有进路口来仔细一看，这日本人自家的娘打高兴，娘，嗨！想不到这是我想的亲人为到了舟山浪向办的。因为娘大高是要是了让金州大本营里向，现在日本人还是部队两高队到该打，非要问的金州失守，而且征兵复发，不太牢。娘，得让给军兵大高队口动。大人，你马上下命令吧，但我等下山把少夫人和老夫人救上山来。不行。敌人数倍于我武器精良，我等下山，岂不白白送死？那老夫人和少夫人怎么办？真的让四方的终于为难的辰光来了。这口气从回水方向过来一片花木，只听见骂嘶一声，唰！来在将马推日盘，对比下马。大人，京城中堂大人加急文书到。西方大将大概李永章怕举兵来着，有劲打过来打，不公公文一开来对上头一口，杀！气得了等于浑身发抖。大家一口不灵走。大人，发生什么事了？不妨和我们说说。京城中堂大人骂我们固守此地，西方那个对待起来说的为我的军队拉浪口，风拉浪刮，这个风好像拉浪哭。再对西面一望无际的北海茫茫，轰动，狼队打了小山浪向，三个发出愤怒的嚎叫。再对三家伙的布色两高的茫茫，虽然脚步两枪神困说报，好像老狼叫我赶快开炮。这个人光了西方的，眼里后让眼当里。两体三腿，苍天啊！我大清江山危在旦夕，朝廷非但不派增援，反令我撤退。难道就任凭倭寇如此践踏我江湖奸淫妇女，烧杀掠夺不成？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我帮到何虑你李中堂？大字一松，我的骨毛水往地上下一回。弟兄们，帮到决心已定，为我中华，为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妻子，我准备与老母、妻子与日本人同归于尽。谁要是愿意回家走，现在就走，帮到绝不阻拦。走吧！我都因是一体军兵同日奋斗，公公才是牙齿咬得嘎嘎响，眼睛里像布满血丝。一个年纪大的老军，咵，闪，刚到拔出来少带口反物冲的是一，唰，一片亮。弟兄们，总兵大人何况如此？我们有什么话可讲的？一个字儿，拼！大人，我愿统领将军同生共死，以身报国。对，我们愿同将军同生共死，以身报国。将军的眼里比金子为要巨，是帮到大狂儿子。你们不愧为是炎黄子孙，请受我帮到一拜。双膝跪下，大家为你的了，通通举过来，愿同将军以身报国。人人做好准备，兄弟们请起，大家是都起来，随我刚到。怒日山下，三江湖的敌人已经攻打至半山崖，突然之间停止不前，7,000个日本人两流的大家对水浪向那浪口，只看见水浪向好几米步几番遭出，四周跑得怪声而急，一根大土地从云霄，海风一吹，啪啪啪啪啪啪，那浪飘。大多几个火腿水是自跑的，自跑这个边浪向还有10名勇士，10几个小尾水，大把牙子刀一字拔开，杀气腾腾。看得那个对日本人才为眼特别，其中有一个日本杀手，盯牢一个人那两口，此人真是铁骨铮铮，忠心报国，不怕朝廷罢斥，不怕外洋来击，宁死不屈的死帮头。那个比加他有生勇归，等定千骑大兵。这个云那里对浪向飘过去，您是顶天立地，在对抗他。那是个日本杀手再看看自家，对那个人啊，要是不啥子，谁是乃是帮的？不肯对啊！你从大理离人登陆，当每个山河才是势不可挡，势动普众。至于呢，小小个包子山里当3个你个死伤不计其数，你没办法。这个登陆金最大大本营里向努力都两大家是要做到给他处理的呀。那么你个名人名头呢，所以大概到下一句呢，这样播放最用但是你的周菜。好，数量现在那个带来，好的，谢谢那个是谢谢观众马玉，观众马玉，再会。